蝶舞，好久没有跟你聊聊天了。我最近认识了个人，他叫姬瑶花，想必你也很清楚。你千万别误会，在我心里，我这一辈子就只会爱你一个人。你放心。 只有你才配做我的女人，也只有你才配拥有我的爱。蝶舞，我爱你。 我们终于回到京城了，只是这一路上，怎么没有遇到姬统领呢？姚华他为人知晓，如果回到京城，可能会去姬府。我们先到姬府看下。嗯。梁轩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怎么了？你们先跟我来吧。申侯府被封，4大名捕被革职。 襄王知道黎墨是出逃秀女，他已经开始撒网，是要抓住黎墨。黎墨在申侯府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被发现，襄王是怎么知道的？肯定是安世耿告密，他和黎墨交了几次手，自然想找出黎墨的底细。还有，他是王爷，要查一个人很容易。诸葛大人肯定被襄王责骂了，这都怪我。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安世耿好不容易抓住了申侯府的把柄，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。襄王要拿黎墨归案。 一旦黎墨被抓住，申侯府私藏秀女罪名成立，到时申侯府必定遭殃。连申侯府都被牵连了，都是我的关系。哎，你不要太过自责。我们现在还是想办法。师叔吩咐，你们不要介入此事，还有，不能留在京城。如果安世耿抓不到黎墨，他就是诬告。等风头过了，那就好了。追命，你跟我说实话，现在申侯府的处境怎么样？ 所有捕快都被解除了职务，他们非常失落。6扇门现在掌管了京城治安，贾同璧一案使得京城老百姓人心惶惶。在回京途中听说钱穆案，一直没有告破。钱穆一案非常复杂，还有，我们只可以私底下查案，所以进展不大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幕后黑手是安世耿。安世耿如此阴险，我要留下来。 协助师叔，那黎墨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可以到城外找个地方躲起来。现在诸葛大人还有申侯府，比我更需要你。你一个人不安全，只有跟我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。我们决定了，我们留下来。那我找个地方，先让你们安顿下来。嗯。 这里是漠南村，人烟稀少，安世耿肯定不会找到你们2个。但是你们一定要万事小心，不要露面。放心吧，黎墨的事深系着申侯府的安危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这里环境虽然苦，但对你们2人来说，算是一个清静的地方。这里已经很好了，追命，谢谢你为了我们的事情一直奔波劳累。放心吧，我天生能跑，不会觉得累的。还有。 你们待在这里要万事小心。嗯。哦，对了，麻烦你跟诸葛大人说，我跟冷大哥都很安好，请他不要担心。好，那我先回去报告一下师叔。嗯。保重。保重。想不到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京城发生了这么多的大事。申侯府被封。 4大名捕被革职，朝廷之事真是风云变幻。原本以为回到京城之后一切都会没事了，哪知道现在连申侯府都回不去。这一切都怪我。这不关你的事。眼下我要想办法帮助申侯府解围。
你有什么好的计策吗？京城最近不是发生钱母案吗？如果可以侦破此案，戴罪立功，说不定可以帮到沈侯府。只是，我担心如果你出面的话，一定会引起安世耿的注意，到时候恐怕……黎墨跟冷血在京城，我已经安顿好他们了。师叔知道这件事吗？他还不知道，我一会儿去告诉他。暮雪来了，冷血和黎墨的事情不要再谈。你们看到依依了吗？没看到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找她好久了，一直都找不到。不用找了，我已经跟他闹翻了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跟依依闹翻了？别问了。哎，兄弟，其实闹翻了不也挺好的吗？就不用送礼物，不用送礼物就不用花钱，不用花钱就可以天天喝酒，自由自在，多好！先别说这些，铁手心情不好。不如我出去把依依找回来。不，你不懂武功，京城你也不太熟悉，还是别去了。他常去的地方，我都已经找遍了。如果他真的不想见我，就算找到他，他也不会回来的。现在神后府被封了，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光复神后府上面。说的非常有道理，查案要紧，儿女私情放一边。铁手，把那人给我带过来。于春桐，我说王大人，您就实话实说了吧，钱母是不是你做了假？市面上大量的假铜币都是你造的吧？于总理，我王世杰乃前监监理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等监守自盗的事情？你们六扇门不能这样屈打成招啊！屈打成招，意思是你要招了？我没什么可招的，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铸币司你们也派人去查了，里面的铜钱都是真的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！来人，把东西抬上来。是。哎呀，王大人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从你府搜出来的，分明是你造了假钱，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于总理，你们这是栽赃！假铜钱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哦，对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官员，一个人肯定干不了这些事，背后一定有大人物给你撑腰啊！你们来，好好伺候，带回六扇门继续审问。是。走。六扇门的人抓不住证据，屈打成招，所以他们的结果是不足信的。前监大人肯定是被冤枉的，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查出真相。师叔，我和铁手悄悄进入王大人府邸，发现于春桐正对王大人用私刑。王大人是朝廷的命官，六扇门怎么能够对他用私刑？真是想造反了！于春桐背后有安世耿撑腰，早已是无法无天。他逼迫王大人说出钱母案的背后真凶，但王大人宁可受刑，绝不招认。王大人一向是清风廉洁，不谈一文的，更不可能私造钱母。这肯定就是安。
相信安世耿做梦也不会想到，他们藏身在京城。哦，你把他们藏身在京城里面？冷血认为，安世耿肯定在外面翻天覆地的找黎墨，所以藏身在京城，反而是最安全的。这也有道理。那么姬瑶花呢？我没有看到姬瑶花。冷血和姬瑶花是一块儿出去的，你没有看到姬瑶花？冷血说，姬瑶花早已离开他们，不愿跟他们同行。姬瑶花知道冷血和黎墨成为一对，他心里肯定很失落。唉，姬大人自缢而终，而姬瑶花不知下落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安危。无论如何，你们都必须要找到她才是啊。知道，我多找几个人，尽快把她找回来。六扇门总领于春同回禀襄王，前监大人王世杰监守自盗，利用朝廷的真钱母，用杂铜来铸造自己的私钱。但他只是一介小小的工部官员，背后肯定还有大人物指使。本王见过这么短的时间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真是让本王着急。于春同在，你给我火速去查，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揪出来。而且，不管他是朝中重臣，还是皇亲国戚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到。是，春同已经安排好了。襄王请放心，这个人做事再怎么高明，一旦落入六扇门的手中，那迟早都会露出马脚的。小的还要继续查案，先行告退。去吧，去吧。叔王，您这查案重要，身体也很重要。这事情可是越来越复杂，我是担心朝里有重要人物，就是这幕后主使啊。叔王，如果说这个人是皇亲国戚的话，这个人已经动摇到朝廷的根本，只要被我抓到，叔王我绝对不会对他手下留情的。进！哎，师哥，你放我出去！你让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会害怕。行了，别喊了。你会害怕？我才不相信你会害怕呢。好好的在这里帮本教主练习毒魔仙子吧。毒魔仙子，你不给我秘籍，我怎么练啊？秘籍？不用秘籍，你看你后面。这么多毒物，我治疗阎罗毒手也用不了这么多呀！你放我出去！治疗？谁帮你治疗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每天都会在这里放上上百种毒物来咬你。你咬够了749天，你身上的毒吸得够多了，我自然会放你出来的。到时候我再指导你怎么练成毒魔仙子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有可能会晕倒，还有可能会全身发肿，也有可能会发疯。不过你不要担心，这些都是正常现象。等你熬过了49天之后，那你就成功了。我先走了。师哥，放我出去！师哥，师哥！你们不要过来，我不想变成毒魔仙子。走开！走开！小金财，小金财，原来你是帮我的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小金财，你不要靠近我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好人，不要过来！啊！
无情公子，暮雪姑娘，我来到神侯府之后，每天看到你都是心事重重的。我很想知道，你心里在想些什么。你手上拿着片片花瓣，心里一定在想着黎墨姐姐，对吗？我记得去年此时，我和黎墨曾在这棵树下看过太阳鸟。如今花又开了，而黎墨却被通缉，不知道身在何处。中原有句话：“桃花依旧，人面全非。景在物在，但是人非。”时光的流逝，人事变更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你也一样，一下子从青葛部落来到中原，住进申侯府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只是恍然间。坦白说，我来京城的原因，一半是因为我哥哥的残暴，另一半就是因为你。听黎墨姐姐讲了你那么多的往事，我就确定你是我一直想要寻找的人，所以我才会把荷包送给你。承蒙你错爱，如今申侯府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，我没有心思去谈儿女私情。我了解你处境为难，不过我现在心里想做的，就是光复申侯府，让史书官复原职，替黎墨解脱罪名。其他的事情我什么也不想。我知道你身负重任，但我住在这里，在你身边，你有什么忧愁，我可以替你分担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放下过往的一切，从头开始。人生的散聚，就像落花，总是来去匆匆，片片花瓣飞下枝头，谁也留不住。如烟如此，黎墨也是如此。一切不要太强求，随缘吧。姬瑶花，拜见诸葛大人。瑶花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让大人担心，属下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你和冷血本来是一块儿出去的，怎么会一个人独自离开了呢？你们之间就算再有纠葛，也该顾及安危，结伴同行才是啊。回禀大人，瑶花办事一向识趣宁人，所以才会选择独自离开，免得让冷大哥为难。你爹他遭遇不幸，再加上我神侯府也出了大事，我们都疏于关心你爹的死。我爹已经去世了，有些事情我也不想再提。哦，那这段日子里你都去了哪里呢？我爹去世以后，我想避开所有人，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追命他们都找不到你。既然你平安回来了，就好好待在府里吧，免得我再为你担心。属下知道了。你快去休息吧。多谢大人，属下告退。季姐姐，你回来了！季姐姐，我们可想死你了！你到底去哪儿了，季姐姐？姬大人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前几天神侯府被封，我们都不敢去姬府，给姬大人鞠躬，实在是惭愧。你身体好点了吗？我一切都好，有劳你们惦记。
你找到楚林墨没有？冷公子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？冷血和黎墨在一起，我独自一人回来的。你跟冷公子在这里认识，原以为你们会一生一世的。你明里暗里，不知道为冷公子付出多少，可他丝毫都不领情。好了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以后别再提了。季姐姐，这冷公子怎么能这样？是啊，他太可怜了。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看星星？我小的时候爱看星星，那时候总是躺在我娘的怀里。后来娘走了，我就一个人跑到后山去看星星，选一颗最亮的，想象是我娘在天上对着我微笑。以后你不会再孤孤单单一个人看星星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多久？一辈子。把眼睛闭上。快啊！把手拿出来。好了。喜欢吗？这是我自己编的。很喜欢。把眼睛闭上。你也有。闭上啊！好。不许偷看啊！啊？好了吗？喜欢吗？你又在用读心术是不是？是心有灵犀。等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以后，我们就像现在这样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清清静静的过日子，好吗？我也是。你也是什么啊？我跟你心里想的一样啊。我又没说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爱你。我很爱你。我也很爱你。我很爱很爱你。我也很爱很爱很爱你。我更爱你。我非常爱你。我超级爱你。楚离墨，我爱你。冷血，我爱你。楚离墨，我爱你。冷血，我更爱你。我爱你，我会给你一辈子的幸福。觉得你红唇。
是我们。这是冷血留下的记号，他要见我们。沿着这记号就可以找到冷血。走。我们后面又多了2条尾巴。不止2条，我左手边还有1条呢。这里挺热闹的，看来6扇门派出了不少人。我去教训他们。哎，别冲动，他们紧盯着我们，目的就是要看我们的动向。这些酒囊饭袋，不出3招，就能把他们解决掉。如果发生冲突，一旦动起手来，于春桐就有把柄到沈侯府找世叔麻烦。我们何必给他们机会？那我们分头行动，在淮阴街会合。听我说，你去那边。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哎，干什么呀？哎呦！哎，干嘛呢？你甩掉他们了吗？都甩了。我真想好好教训他们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勇斗狠啊？我最痛恨替安世耿卖命的人。如果你遇到那个人是安世耿，你拿命跟他拼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这帮人，你不用拿命跟他们拼吧？是不是？无尽追命。不想让您为我们费心了。大人，罪人楚离墨来此向大人请罪。哎，你们起来吧。来，快起来吧。哎，只要你们平安无事就好了，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。你们2人先后去寻找对方，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找到彼此，这总算是老天爷在眷顾你们的。大人，都是离墨不好，害大人被削去职务，还牵连到沈侯府上上下下那么多人。如果朝廷真的要定大人的罪，离墨愿意一死，替大人洗去冤屈。冷血甘愿一起受罚。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们呢？就算没有离墨的事，还是会有其他的事。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有人想置我于死地。我们沈侯府抓了那么多的朝廷重犯，树敌无数。其实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了。李墨，你不必太过自责了。大人，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却让您替我承担了所有的责任。您对我的恩情，离墨不知道该如何报答。只要你们能够好好的，
就算我这副老骨头散了也无所谓啊。自从上次你们押送玉玺遭劫之后，无情、黎墨没了下落，冷血、瑶花为了去找你们2个人，也没了消息。你们一个个突然身陷险境，而我又觉得无能为力。不过老天有眼，一直庇护着我们山侯府，让你们一个个都能够平安的回来。师叔，瑶花回来了吗？瑶花已经先你们一步回来了，她这次回来气色还不错，在性情上也改变了不少。她回来就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冷血，你带着黎墨走吧。黎墨的事情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就行了。皇上会念在我多年来为朝廷效命的份上，从轻发落的。但是黎墨就不一样，如果他被抓到了，那就是欺君大罪。这不仅仅关系到他一个人，就连他的家人和族人都会受到牵连。师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安世耿的爪牙遍布天下，不管我们逃到什么地方，都永无安宁之日。我看不如扳倒安世耿。不错，唯有扳倒他，治了他的罪，你们才得以出头啊。冷血，你先把黎墨安置好，不要让任何人发现，除了无情他们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黎墨已经回来了。弟子明白。我已经让追命、无情暗中的保护你们，希望这件事情有朝一日能够风平浪静。无情公子，七姑娘，这么晚了还没有睡？啊，我一直在担心冷血和黎墨，所以睡不着。哦，冷血和黎墨是拆不开的一对儿，我早已接受了这事实。只不过上次在乱花谷一别，两人音讯全无，我一直挂念他们，十分担心。七姑娘不必太过担忧，他们2个人在一起，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离开乱花谷的时候，冷血身上的余毒未清，黎墨现在又被查出是出逃秀女，两人身处险境，我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危。如果能有一点点的消息，也算是一点安慰。黎墨有冷血陪在身边，冷血自然会保护他。至于冷血身上的狼毒发作，我相信黎墨一定会解救他的。可是皇上已经知道黎墨是出逃秀女，万一……只要黎墨躲起来，就不会有事的。希望过了这段时间，皇上渐渐淡忘此事，到时候，皇上会让世叔官复原职，重新总领申侯府。你知道他们的下落？哦，我只是担心他们，希望冷血和黎墨过得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冷血要知道你能解开心结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无情肯定知道冷血和黎墨的消息，你不告诉我，那我就自己去查。让开！哎，这干什么呀？给我砸！是。
这怎么是假币呢？竟敢用假币来糊弄我，还装……我很担心你们俩。对了，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假钱币仍然四处可见，我们又不能正大光明的查案，所以只能暗中调查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，尽快光复申侯府。昨晚姬瑶花向我探问你和黎墨的下落，我想，师叔只许我们知道你们的下落，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他。没事，我想他只是担心我们。要你们住在这种地方，还要东躲西藏，真是委屈你了。这里虽然简陋，但是胜于简单。说实话，我还挺喜欢的。无情，黎墨，你来的正好，留下来一起吃饭。对，尝尝黎墨的手艺。都是一些粗茶淡饭，你就凑合着吃吧。粗茶淡饭才最有家的味道，你在申侯府可吃不到这些。啊，这个野菜呢，很安神的，你晚上睡不好要多吃一点。天还没亮，你又出去摘野菜？天那么黑，我扮成农妇的样子，没有人认得出我来。可这样很危险，你知道？那大不了以后我不去了嘛。好了，吃菜吧。你们手上的手绳？哦，是这样。我已经和黎墨私定盟约，等到光复申侯府之后，我便请准世叔，我要娶她做我的妻子。原来你们已经私定盟约，那我以茶代酒，祝福你们。好，来，谢谢。怎么了？你又想起过往的事了？你们这种日子，是我梦寐以求的。当天我和如烟准备远离江湖，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平平淡淡的生活。可是最终未能如愿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离开青葛部落回到申侯府之后，一切就都重新开始？我只是羡慕你们，就算面临风雨，心里还是会有对方。无情，吕墨已经把青葛部落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了。既然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虽然记忆是痛苦的，但是你一定要挺过去，总会有晴天。